再來看台南麻豆的展文市政環境園區進前呢是台灣首府大學，因為這面積是真大，目前受上清這的粉鳥長期攏佇這裡翕，也造成環境的問題。這市政府其實是要出動工區去趕鳥仔，也毋過其實這效果是真有限，所以目前敢若會當以人甲鳥仔共存來做關鍵，先加強清潔甲消毒。在環境當中，有肉響大聲的叫聲，停在建築物頂懸的粉鳥，同款是老神在在，完全無動靜。這是台南麻豆的展文市政環境園區，嘛是全國頭一座大學體場了後轉型活化的指標案例。目前是台南市第3市政中心，佔地16.7公頃的園區內，樹欉花甲足水。毋過7棟建築物目前進駐的無夠300人，寬闊環境甲真少人來遮行踏，意外變做鳥仔的天地。有規大群的粉鳥攏踮遮，嘛正做粉鳥平人座的景象。會希望就是在鳥糞這一塊的話，看有沒有辦法做清潔這樣子。對。就可以，放屎哦，啊，該清走袂離，恁這敢是攏愛一直清安尼？係啊，逐工清的啊。這粉鳥遮爾濟，主要是比賽無斷去的。叫我看這生態好，好找食，就安尼留咧遮，久來愈來愈濟。目前有千外隻，那世界攏鳥仔屎的問題，難免互人煩惱衛生問題。師傅講，其實因嘛想無步啊，不論是點驅鼻劑、設防護網，還是用肉葉的風吹，要靠假的天敵來嚇驚，成效共款嘛是有限。塑造一個老鷹在那邊飛翔的一個假想畫面，對，這樣子讓他感覺到有天敵來了，他就比較不會做靠近的動作。環境好、生態好的一個必要之惡哈，這個也要跟民眾說抱歉。那也要呼籲民眾放心，我們每天都有努力的在清潔消毒。可以放心的來園區。面對粉鳥真濟困擾，市府坦白講，因為有請農業和粉鳥的專家來勘查，目前應先以人和粉鳥共存為原則。未來以期溫順的趕鳥仔措施，嘛會全面加強園區內清潔甲消毒，來化解環境衛生的記錄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